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4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4篇，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4节，彼得前书第1章23节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上帝的应许是在回应人的盼望，人的盼望通常是起因于人的困境。应许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保证，上帝保证将来会赐福给人，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应许。小时候父亲常常告诫我们，将来不可以当保人，那是因为社会的经验告诉他，人呢不可靠，因此他就认为说当保人啊，这个保字啊就是人呆了意思就是说明知道会被骗还要去当别人的担保，这个人就是呆在信仰上面的了解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他应许亚伯拉罕以及撒拉，明年的这个时候，1年之后，他们将会生一个儿子。就人的观点来看，上帝好像是在开玩笑，一个开空头支票。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撒拉已经89岁了，因此他们似乎认为这个保证根本不会实现的。所以呢，撒拉就在背后偷笑。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4节记载了3位上帝的使者来到亚伯拉罕的家做客，并且应许他们将会得到赐福。上主在曼利的圣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正是白天最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抬头一看，看见3个人站在那里，就跑上前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对他们说：“我主，请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让我招待后再走。我去拿水给你们洗脚，请在树下休息，我去准备一点食物给你们吃。吃了才有力气继续赶路。你们到我家去来，请接受我的招待。”他们回答：“好，就照你说的做吧。”亚伯拉罕急忙跑进帐篷，对撒拉说：“赶快拿最好的面粉出来，烤些面包。”接着他跑到牛群中，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小牛，交给仆人，吩咐他们赶快准备。他拿来乳酪、牛奶和牛肉，把食物摆在他们面前，亲自在树下招待他们。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他回答：“在帐篷里。”其中一位说：“明年这时候我要回来，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在帐篷门口，在那人的后面听着。当时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都很大了，撒拉的月经也早已停了，因此撒拉偷偷的笑，自言自语说：“我老了，我的丈夫也老了，我还有喜吗？”于是上主责问亚伯拉罕：“撒拉为什么偷偷的笑呢？自言自语说：我这么老了，还能生孩子吗？难道上主有做不成的事吗？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来，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他们完全不能明白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上帝的应许必然实现。即便是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物上面，上帝仍然可以成就大事。彼得亲身体验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他也亲眼见到了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死亡的耶稣基督复活显现。他非常的明白上帝的应许绝不落空，没有上帝难成的事。彼得前书第1章23节到25节，彼得这样说道：“
你们已经重生，不是从那会朽坏的种子生的，而是从那不朽坏的种子，就是上帝活泼永恒的道所生的。正如圣经所说，人人像野草一般，一切荣华有如野花，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但是主的道永远长存。这道就是所传的给你们的福音。上帝的道永远长存，希腊文提到的道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传给众人的福音。福音的大能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是不可能中的可能，是死亡中复活之能。诗篇134篇，上主的仆人们啊，要颂赞上主。所有夜间在圣殿侍奉的人都要颂赞他。你们在他的圣所当中要举手祷告，你们要赞美上主。愿创造天地的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感谢爱我们的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赐下复活的恩典，成就了亘古的应许，使人们能够领受这永恒的应许与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